了网闪，哎，他了大 PK 哦，这就是等于是哥吉拉跟金刚的大对抗啊。差不多也是重把看不到齐民族的对抗。我们要跟你比了了，上节目可以跟其他也3年呢。3年啊！开播他就开始期待到现在了。呛骂嗓，我呛骂嗓 ，Hello， 爱唱主持人好好讲。主青一呢啊？哪一张？这是什么？怎么会这样？哎呦！好了，忙了忙了，再给我1碗头马豆糭。你有热情来到来到。好来，会被为了长南。太阳已从不变落去住哦，不变多。Hello， 各位天司机前面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首页演唱嘅乡亲朋友，大家好。分享纾困，一家之主，我係民族。哎，中把票。今日呢，東北喜兒來到一個新竹，向下來大都市咧。啊，川西嘅來賓哦，正經係熱山比熱山高。用慢講。今日來嘅來賓哦，係寶山老王山。寶山老王山，他了大 PK 哦，這就是等於是哥吉拉跟金剛的大對抗啊。差不多也是重把看不到齊民族的對抗。我們要跟你比。好啦，馬上嚟選了本陽頭今日呢評審欣賞，提前了本陽頭嘅係齊牛峰、阿牛峰師傅。大家好，大家好。然後來本陽頭吼，比網紅還好厲害係劉謝林劉師傅。大家好，我係謝林。好，加油講到哦，就會有個。寶山老王山嘅大對戰，你哋風吹呢係本陽頭有個王山嘅兩字啊，所本陽頭小勇氣老飛行機送上歡迎。好，稍後來看到吼，咱最今日嘅本陽頭係來自寶山嘅阿金老學得強下烹肉叫到青燒雞。大家好。哦，組合很好看到，而且有點舞棍阿伯的感覺哦。有哦。好啦，等下慢慢來紹介，先看一下風勢。我們這一吹啊，飛行機堂工比到了上節目，已經其他也3年呢。3年啊！從開播他就開始期待到現在了。你自己講期待係冇？對。哦，不錯呢。一定要來好好老太太講一下，好。王山嘅特別有嘛？該貼片老太太手機。王山有女版吊橋啊，木料啊，女版啊，老街啊，吊橋很漂亮，很獎啊。影子就最獎的啦。很多嘅橫山就動作好高好了嘛，哎，寶山沒魔術音嘅好冇？感恩合作社，還有我們的茶花季，那也可以看。哇！你是觀光局推着來的，我有講到很順哦。我聽講，寶山嘅橄欖味都有名嘅哦。哦，有名哦。寶山幾都有名。貴咗寶山哦。哎，有個山。記者同意來肉一樣，哎呀，像個樣。我們每年都會辦這個橄欖流星雨。橄欖流星雨。哎，那個橄欖流星雨唔係看起來會痛哦。係哦，香過去，香過在安全帽。哎，錯。可以烤魚啊，烤。係啦。該緊啲啦。係打工還有烤狗啊。你有哦。超痛。其實他有一個綽號叫做乜嘅？做班嚟阿班姐。阿班姐啦，等一下節目嘅地位度哦，好好嚟撈啲小嘅也幾自家做嘅班嗬，全台灣嘅已經全地。哦，真嘅，該不會根本你冇做到班的料理吧？應該有吧？等一下看。那居然應該做起吧哦，整個開大會我實在有。自己偷自入。好了，馬上就來進行第一關嘅挑戰嘍。料理風綠蛋，涼脆會用現改嘅方式，結添主要食材，沙等完成自天愛做嘅料理。喺呢之前，唔知會觸到馬街食材嘅情況底下，涼脆會因為太緊張亂粉末，還有涼脆冇觸到嘅食材，你會由主廚來做示範，到底會變化出馬街想唔到嘅料理呢？最刺激、最神奇嘅比賽，馬上開始了！我想到呢，也多睇了1年新嘅一季，也3隻燈呢有出現呢，也關也都電視機面前有看過後，也新美人的啦，就記得係啥美人。哇，真叫講起來啊，因為上一季吼，播出以後吼，當到嘅來賓啊，我係講就參加嘅來賓哦，有反映講吼，打敗手到嘅東西，卻完全沒足。對，沒也都到電視機前面沒都給顯呢，摔油空氣。也都沒顯過，哎，紅色。
绿色还是黄色，就按错按钮。哪一家食材係天堂，哪一家係地獄啊？咁嘅叫咩冇窮樣誒？料理鳳綠燈，我們進化了。哦，飲愛進化，料理沒有進化，廚師沒有進化，七家出嚟料理七家煮。狂英錯入狂英得。不錯嘅，最後3年的情況，最後就要見面。比方說，我們倆先結盟，讓他們兩個抽到最爛那樣。我們自己改變係哦。好啦，今日從你啊幾塊事嗬，兩組咪係強龍去抽一隻燈呢？對，我衝下來計隻燈呢，劉本師傅自家做。就出菜嘅幾3年，有冇馬上出菜啊？馬上出菜，自家卡住。邊啲哦，都唔定點樣哦。所以馬上。點解？一家想看一下菜色啊。茄子燒肉，好，豌豆子，小肉啊！所以第一係玩燒肉啦，哈。咁最先派代表來猜拳，馬上5個嘢多晒佢。然後派出我一組客家話最唔好嘅，剪刀石頭布啊！係，派出玩吊劍。哦，你輸佢咧。你在猜了嗎？他贏了，我贏了。哎，可是我們贏了，我們1對3，1對3。哎，對呀。讓摩天坐會抽到好嘅東西哦。先馬蓋等呢。風水是先風色啦，好，剛你拿樹標都啲啊。好，1、2、3再拿開哦。1、2、3。哇！這個應該是要那個啊，燒烤的。天牛就將食材本機都抽走咧。我們有1/2的幾率走咧抽到天堂。哦，很難以第一哦。好，同意了哦。來，唔怕。我們你自己現在是怎樣？哦，今日哪一張？拜託。1、2、3。茄子豆包美好食啦！哎，你們七家出題目，七家就出豆芽給。咁樣㗎？哦！哎呀，破盤！交換一下吧，搞我一下。係吧嗎？搞我一下，做得分嗎？做得嗎？做唔得啦，我嗱，都單位講做唔得喎。好啦，係啦。你係咪上係機運氣啊？好，那起來。好，好啦，翻去講完到位啦，好，馬上就係金航體育館嘅料理鳳綠燈。好啦，也個料理鳳綠燈呢，今日出菜色了tomato醬嘅也個肉片，肉本哪去啊？係啊，因為提兩助攻一下。今日東上出到間五條，東上啊，全家環球好咧。單位講做唔得啦，係。違反這個節目單元的設計呢。好，不管用誒，太起來加油，還是要跟大家說一下。同樣有60秒廚師都在天數你啊的哦，做得用哦。答案哈，太起加油好冇？好冇？比賽馬上倒數，3、2、1，搶開始。哦，阿姐開始哦。開始咯。唉，用吧。冇事哈。睇好豬麼啊？你睇好豬啊？好豬哦。哦，切嗎？應該是好。要剖開啦，要對。係嗎？太起你做啊，你做得做啊。向下做哈。生意在許個生意在哦。生意哦，大姐，小易哈。啊，你看。你平常有都在做有啊？阿姐問一下，你平常先講要做菜，要做過茄子嘅菜嗎？有哈。有啊，評論講要嘛嘅？吊菜啊，吊菜這個要洗過。我們先過去，先孔開片好嘞。讓他們來處理一下這個部分。等一下都轉來，注意這個有開火了。好，沒有。好。板餃子。哎呦！一條包嗬。嘿。當我用呢，會係煎好。哦。用啊狂用面打去，哎呦，阿婆掹生啊吃嘅嗬，超市嚟攞咯。哦。當我用呢，包周圍真係除包，仲嘅哇，俾你滾。冇帶來啊？點解冇帶來？冇事嘅。嚇！因為佢等一下參加比賽轉移，喺我做大雞巴咧，哎呦！聽說他在江湖上有這個500的稱號，500，你按到500哦。你看到大沙圈半幾500係嗎？哦，那我先領。年俸還500啊？你怎麼會按到500啊？開車啊，香港組都玩了無間斷，每個人都要有一個外號。用個無線電喊機嘅時節叫
500，你多了吗？哎呦，什么？哎，对。不是你还是这样才吗？搭实车，土拉哇！就我4个動態10年喎。啊，佢欠你500嘅時間，用兩萬飛搭機啊！因為從一條500嘅股票係嗎？摸哪事件？在工作上需要。哦。好了，我们先过去买个片。哦，等一下技術來打咗好注意啊，莫剪吃貨誰哦。哇！安吉哦，驚咯！哎，切好了。處理唔條哦。係啊，等一下，剪了，剪。可是頭麥豆漿要先炒誒。咁嘿。哎，佢要炒1嚿呢，炒完這樣就不用等下吧。兩個做啲強下來。我覺得我建議，哎，你先來炒頭麥豆漿好冇？炒到一半炒個本機。阿吉呢？我對半剖吧。嗯。我對半剖開了。對，要剖開啦。剖開了啊！你不敢會切棍嗎？哎，安尼剪啦，是吧？哦。大姐已經等了3年章了，根本你它是已經攞所有廚師搞過嘅精華都用到一道。用嘅時間真係上好哦，因為16秒是狗配的。這個為什麼放進來？我要這樣才會去腥味啊！要去腥味才會那個好吃，才不會好吃，才會好吃。還沒開火。可是煎魚你會不會剪呢？要先把它爆一下，下去煎。哎，怎麼個有現出照啊？咁會變油盆出來，哦，它又碎呀，很細心的哈。下去。該有調味嗎？哎呦，少用。你總得講哦。阿哥，他只是問號。哦，問號。也許不用啊。啊，這裡還會變幾球啊，變幾球啊？蠻好，好，還沒，還很久。賭紅呢？2張沒有。賭紅。哎，這樣子，哎，你有什麼時候用廚師特殊人呐？50用沒做得咯。要50。好，啊，先幫你煎一下好冇？然後過去看咱嘴的哦。啊，你看阿姐強龍係一記熟，一記熟啊。你嘅幫俺睇見啦，用記熟用咩咩咯？啊，第一批未做得做啊。哎呀，強做得快火。兩三強。哎呦，你看記熟準備好嘞。有嘞。那嘛東西？搶師傅，搶廚師幫忙。哦，搶廚師幫忙，因為鮮奶沙。因為醬麻沙，你要給師傅來啦，班妹。啊，用切切啦吼。醬麻沙，我醬麻沙 ，Hello。愛搶主持人好好食。主青音係啊？哪一張？哪張主青音？3、通西手。2、1，阿哥都。來。我要當啊，該。主青音係啊？哪一張？哪張主青音？愛嗎？個最強嘅啫。最強嘅。OK，係愛麼？兩個就愛醬，兩個來。我請奶沙啦，睇住我通奶沙，兩嘅。日好好好勞動。哦。落去了冰啦。落去冰好勞動。來。加起。呀，你買個洗面啊？你講。你講呢？因為讓計時。哎，慢起好啊！4句殺走啊！計時開始。哦。等一下轉開始哦，吼。哎呦，轉價就轉價哦。哎呀，那快一陣間下啦，哦，排死啦。哦，還有乜鬼啊？冇啦，你吹頭少啦。因為吹頭少。哦，眼鏡哦。啊，悠啦麼？冇啦，我那個袋行啊，即刻。你講聽時聽。好。聽。韓國嘛個？超重，聽說非常繞筋，超不英雄，愛痛麼？來兩邊打開了不英雄。雪玲姐笑看這一切。哦，佢真係。超不英雄來。好，兩聲別吼。忙啦。4、3。用功誒！等下喺度做乜嘅？等下喺我做乜嘅？冇做唔得講吧？做唔得講喎。必須發腳啦！必須發腳，夾。來。要半妹多啲啊！我啱啦，還有500誒。一生來到來到。好啦。會被掉長哎呀，你全部不用落去煮哦，別多，全部白天咯。怪啦。可以救一下我的天嗎？這是什麼？怎麼會這樣？哎呦！好了，忙啦！再給我一碗頭麥豆漿。在這裡。要衝哦！呀！好了。 Oh my god！蔥怎麼蔥？誰
谁放的？葱我嘴妹饼哦。哎，对呀，我就说葱啊，嘴妹表面还剩表。你是不是贵妇？哎妈啦，表了不看煮好累啦你们家也是玛利亚在煮的吗？妈妈，在参甜熟，因为咸奶沙让你甜熟。主厨，他们两个都谁来的系吗？嘿，姑啊，我们啊，我们啊因。为老记得调转来哦。你先想一下你要做嘛该？阿美哦，你还讲可以死嘞？还好啦，可是嘛，快是嘞，快是嘞。他利用冻瓮啊，你滴滴嘅控电呐，超强。那通边好你细细角哦，细细角哦，糖色不给炒出来，啊你有啊，来看，好唔好？哦，哎呦，这是按厉害哈。冇啦，哎呦，当然钳面炒，水，钳啊，你等下按钳面哈，按钳面12:3已經走哦。啱講等下按钳面，啲白人會爽哈，按钳面哈，钳面那個葱巴，啊等下按嗰邊，你殺不給燒西些油啊，哈，燒西些邊這樣水，哈水，俺都要老記得講，家下咱隨便摸講。然後水，甜啦，冇甜啦，睇到邊嘛計啊。你取款。等一下，倒數，要不要先吃？哦4、3、通西炒。 2、1，阿哥來，來，干 tell you， 来，没关系，是在参加哈，嘿，用啲就頭油啦，用湯嚟哈，不炒嘅，用湯嚟哈，一桶係炒落去哦。用沙強下左，用沙強下左，按送下去嘛。你怎麼沒講過嘞？哎，我們是料理比賽，不是整人大賽，OK？ Tell you， 猫叫，边哦，郭相，哦，犀利啊！棒 ，OK， 好 ，OK， 拿過來，哦，我手過啦。好，我都講解片咯咧。什麼嘢？冇超強哈！我超強下也係拎上去，拎上去哦，好，黃月玲倒數啦，倒數啦，咁啊好咧嘛，等下擺盤一下哈，8、7、6、5、4、3、2、1，時間到。馬上就嚟試試看下體育館地圖內部開咪是較好食咧。好啦，體育館的料理逢6點哦，兩組咧都表現得當好哦，而且呢都有使用到呀個廚師天數愛，馬上先來試試看呀個tomato醬的魚頭。好，哎，這個個人做的要自己負責哦，徐師傅，記得這是你做的哦。好的。好。哇，哎，不過看起來就黏黏哎。老實說是很好吃的。哦，好食咯。有黏味哦。嗯。有黏味哦，tomato醬沒有炒出來哦。哎，好得哦，你就最尾嘅時間就將個起司腐用到個60秒，就炒到個醬。嗯。慧晶姐，你吃到嘞？很好吃，很甜。修永基，你吃到嘞？这種是甜甜，很甜嘛，又有黏味啦哈。好吃。黏味當蔥油。啊，反正許多記得做嘅用辦。好食。好食。啊，就做個啱好食嘅魚頭嘛。見邊麼？見半煙麼？炒半煙肉。啊，手機個咧，你自動用辦。酸甘樣。好食哈。好，來分析藍翠嘅。還有包哦。豆包。先批一下哈。色香味嘛。對啊。哎呦，好像戀愛的感覺。好吃，而且這個豆包有鹹豆啦，有鹹豆當中要有小米豆出來。來，批婷姐你吃到好吃，又很好吃，酸甜的，還有那個豆皮的甜味。不會煮哦，不會煮哦，好吃咯。哎呦，不會煮哦。阿爸妹雞毛都不會煮哦，還有500那個。又好食哈。好食，讚滿好食。半時間按攏一下。好，讚哦，讚。大個都很油嗎？油兩日唔是油，唔是鹹，按個嘟嘟好。嘟好。哎呦，啊手機個你自己講看。你阿辦到這體育擺做，咪做到你阿味道嘟好，又好食。好啦，競爭的時間馬上就會來到了，先來搶7師傅搶分數，耶！好，唔怕，看一下劉謝玲劉師傅搶分數。
做嘛解會安用英啊？講一下。創嘅有我是冇熟嘅辣安用嘅啦。其實你水母不用做得，咁個緊要煮下球底，本機嘅嗰葱嘅甜味能夠釋放出來，還有葱嘅味道，結合在一起是凍斬的，是正常的安用。安愛條不髒嘅話，佢個條個真的有難度誒，有難度，佢嘅壽司咪挑到凍，煮到凍，咁魚咪煮好熟，係是正常的。壽司係你挑嘅，壽司係愛挑呀，哦，排勢。用平都做凍好啦，謝謝，什麼？阿姐你，我本來去養雞吼，cái nghe chén nó tù tù hồ yêu cha, béo miệng yêu cha, ai kêu cái yêu yam một tí yam ba, yêu tí ham xẹp, em còn nên yêu đồ cái猪cái hay yêu tí汤汁猪啊魚哈，豬有啲糯米，含糯米啦，很大的味道，當大白米線，兩天去做香口式的，cái頭包煎來按火啊，我正想講假為樣啊，你頭包那個壽司強啊。煮一下下半嘅糯米，錯冇？糯米你就要鹹嘅，係死啦，反正唔。唔過你講真嘅呢，加講到토마토醬，佢就係嘅重點。到底토마토醬肉片佢有乜嘅優良呢？馬上就來請齊師傅俾大家嚟示範一下哦。好，今日呢一個토마토醬肉片，馬上就要來請下齊師傅親身嚟睇下講一下，到底有乜嘅技巧到哪道邊嚟示範俾大家講一下。好，首先呢，從呢條先，該tomato要去皮啦，佢嘅梅頭含會切到個皮啊，細細的，是安用嘅吼，tomato先打雪嘅，時時記得要會撲皮啊，哦，會快。哦，滾水嗎？是啊，對，好，然後先備料嘛，哈，洋蔥，切片係嗎？切末，全部我都有切末啦，哈。冇切斷體了。冇啊，安用是切末好切啦。哦，哇，有好多嗎？有。切個水這麼切都斷啦。睇下有問題真係冇咯，我切到油油啊呢。係啊。我請你放下打開啦，好冇？幾多圖？我油冇油。水細唔拍。好。首先呢，我都要加醬油嘛，我會切末。全部切油就是錯的啦。反過來用緊，切末。哦，切到安油啊，做乜解會切油油啊？根據個薑末撈個洋蔥油啊，就到個茄子地板。哦，就會夾用下。漢語就叫啊，係講，因為我媽媽當我寫書之後，佢講我會唔好食嘅薑嘛、蔥頭啊，他就切得很細，細到我挑不出來。是安樣切，安樣切，頭尾先切掉，切掉，從裡弄油啊。安樣好。哦。安樣切聽。但係強利利咧。強利利，啊，兩片油啊，唔好打鬆，不用下去，從兩油啊，兩是冇的。哦。兩面冇的，哦。按仔細哦。係哦。油下。他係到現場看下好清楚啦，吼。好，兩面強濃切。哇。因為我本身想要有啲食材，全部都切到細細檔啊，用嘅，哦。細，係已經細隻的都得切。嘿。按下醬啊，多少呢？哈，薑末先不用去表曉。500個有冇問題嗎？冇。500，棒。回答。請各位觀眾朋友睇下從下來，學現場看下準，電視看唔準，大家來參加呢個節目，讚！哦，最佳代言人。那慧清姐姐現在看到這邊有什麼問題嗎？有嗎？就是面對係安用面茶，學安用面條的，可能你好，你喊得到2份。哎呦！安用切安用油啊，洋蔥末，下去，放去煸，蔥花芎龍嘛哈。哦，蔥花蔥醬50分塊哈。芎龍。哇，人家都會感覺當好用誒。係啊，根本50塊呢，你還款民主呢。然後青菜是切好的嘛哈，拌青肉，肉會切咧？順紋切，哎沒做得啦。哦，切薄片哦。切薄片，切薄啦。切是肉片咩？啊對啊，很肉片啊哈。肉片。切斜片。 500個，衰退咧，回答啊！我哋做了勝利嘅嘢咯，係薄會薄開咧，係咪薄？一起把水薄開。像你啊，要話50表面拍跌下，係殺一下，殺下手。燙下。解火
罐铁钳连石头的咧，哦，皮白铁哦。哎，不，唔等像的猪肉啊，盖肉没做得用做嘛哈。哎，没错的，两面还切啾啾，那切安油好看。哎呀，给茄红素没炒出来。嗯，你要加热锅。加热，嘿，加热。哎，有切枸杞后冻成个头毛头酱，罐头酱啊。嗯。哦，安先表下去咧。哦。哦。你啊开始炒咯，大火咯。大火。哦。所以係頭毛先落去，再過來冰醬。嗯嘿。頭毛就沒有炒到，我會炒到，才會有香。那才有香，才會香。湯會炒過吼。糖會比糖花。哦。也是要放旁邊哦，唔會冰強下哦。冰強下就差唔多誒。這樣才有焦化。你焦化未啲呢？厲害哦！主持嚟散鬼咧。好，看，看，焦化有看到嗎？有哈，這個湯的焦糖頭是凍香。哦。正差到兩片啦。哦。凍算凍了。啲咧。啊，像啊有啊，你一般性病我係有梅頭咧哈。有哦哈。我調味吧。水不愛拍哦。水點加水哦。好，一點熟。來看下肉。做得了嗎？哎呦，10個斤肉哦，是吧？當然哈。現場看好準呢，天氣看冇人準。用咩講？你嘅問題係啊？是視野的關係。所以因為繞牆，觀眾朋友來，歡迎繞牆一下。邀請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從下來，學現場看好準，天氣看唔準，大家來參加呢個節目，讚！掌聲鼓勵。哦，最佳代言人。好，你看也有糊化咧哈。冰落到甜椒嘅水梅上來冰。水梅。因為甜椒做得上色啦哈。做得咯。做得一點調油。用啲啲嘅調油啊。都是要。調油才會有香啊。哦，了水梅。水梅表落，這樣才會香啊。水梅我當上個冰點醋，一點少。提一點點啊。多紅海是要提味。好香哦，都有誒。哇，聞到了。帶馬叉法盤嚟來冇？哇！我哋要走低調路線哦。你要按到低調哦。你要低調咩？哦。好，當時差唔多咯。哇！讚！安時好咯。tomato 醬肉片，按牛球口水咯。tomato 醬肉片，其實婦來表演呢，可能係咪真勁動厲害？很算做得啦，吼，梁主，心服口服啦，吼。是動唔啲哦，是動唔啲。來，我等場看是種好食咧。哇！已經食嘅冇強樣哦。冇強樣。講正經係冇強樣嘅。酸甜味好出來。好嫩哦。小基哥，你知道咧？要就用凍軟，那個薑爆的味道還有，還很香。哇，你吃的好細節哦。吃到薑味。你吃到薑味？有。哦，薑味啦。哦。薑麻咪頭啦。最大了。而且我也想跟你換那一盤。好來，V婷姐，你知道嘞？吃得動用吧？有薑的那個香味，很好吃啊，番茄的味道出來了。邱永基，你知道嘞？真好食，我乜都妹炒出嚟，要薑麻妹食得多，真嘅真好食。以前我都當咗加半咁樣嘅。而家咩講咩自學，你下後悔咧嗬？加盤哦，加盤係啊。加盤，等下嗰個就是哦，謝丁姐知道咧。鹹酸甜就係安尼嘅，味是嘟嘟好。哦，每日都有戀愛嘅感覺啦。嘿，好啦，今次誒，也嘅慈師傅也真嘅嘅本店，也嘅tomato醬，我用來表現。唔過呢，三下來馬上來進下傑勝負嘅一關咯。料理有意思，踏出料理嘅背後都有無同樣嘅故事。啲主題公佈過後，兩嘴愛找定題目來做料理。
到底會有乜嘅神奇嘅，也係感情嘅故事呢？大家夾夾坐過來，一家之主上菜了。接下來呢，進行一關哦，就要帶點同分批嘅感情來做料理嘅，因為呢，你相信踏出料理背後一定都有佢一個故事都要知道。馬上呢就來現場，齊師傅公布下今日嘅題目係乜嘅咧？你夠愛嘅天道菜。你講愛嘅題出菜是您呢？所以跟您哈，聽說係長輩尊敬嘅對象，尊敬的對象，然後尊稱這樣子。好，而且我都會想講啊，這隻蔥油嘅啥，你剛才提出來，不一定是特別好吃的，也有可能吧？可是一定是印象深刻的，有故事的呀，對不對？好，我們先來看一下風吹帶來嘅兩出料理係乜嘅？高麗菜乾炒脆粉，生年係甜阿婆，當多年太假年，甜阿婆，就高麗菜乾炒脆粉，是吃的甜。故事你講嘅一個您最重要一點係就係阿婆，都生年是多年啊。故事也提到有嘅阿婆嘅味道，對，他係講到阿婆吼，阿婆，大家全部會叫出來呢，會想到寫書之嘅某個故事一樣。係，聽阿婆係。好，等下非常期待阿婆嘅故事哦，吼。好。接下來問一下藍水吼，今日我看到你一隻題目吼，您教我的體育出菜，跟您係嘛啥？爸爸。爸爸吼，爸爸你下漢菜嗎？冇菜咧，就睇20年咧。吼，佢教你嘅體育出菜係乜嘅？鹹酸甜。鹹酸甜，形容乜嘅鹹酸甜？幫你自家種嘅，木米自家種嘅，哦，薑媽咪自家種嘅呢，這才厲害哦。個湯咪自家係叫過咧，湯咪自家叫嘅啊。爸爸當過哦，乜計都會做。哇，係。佢對佢爸爸就只形容詞按到萬年啦，係萬年咧，好，正經萬年。萬年嘅。唔係成日佢冇萬年，我都叫唔會安排。所以雖然你下冇菜咧，不過透過兩套嘅料理哦。漢走的回想一下爸爸對你的一些好啊，還有哦，真好哦，有爸爸的孩子好啊。好啦，嗰時呢兩出咧比賽哦，唔單止我比啊料理背後嘅故事，唔過呢還係要強要拿出一個整本單哦。不管係阿婆傳下來嘅好書意，書意沒有寫出，爸爸傳下來好書意沒有記得拿出來哦。睇起來有信心冇？有，好，比賽倒數3、2、1，搶開始。開始做菜哦。啊，呢出料理啊，其實我做講艱難評分呢，因為都係要看佢安樣故事感動人，也講味道真給想念，這個我們要稍微衡量一下。師傅他還可以到他那個比較理性的這種這個立場咯。他是理性嗎？一定3年都是。他最愛哭了。對啊。哦，莎莎來看一下阿婆嘅米線。看，這個是變苦的高湯。哦。啲濕雞係配湯嗬，拿嚟炒米粉好叫。哦。濕雞嘅配湯，先裝住啦。阿婆咩係安用嘅哦？嘿，特別阿婆濕雞配湯冇打爽。阿婆開用是講伊做兩套料理嘅時間，體育鋪係夠買嘅。就用係先煸煸炒炒啊。先煸過。阿媽嘅時間會煮兩套料理啊？誒，冇時間啦，嗬，時天時間好冇慳。按水炒米粉啊，咁又先煸過，先煸過，就用個先煸，一定要有煸到米頭哦。剛才有看到師傅這樣煸哈，啊，這不要用下煸吧？紅順，好，沒關係。要學到係啊，學到了。咁係乜嘅東西？你下切點咁乜嘅？高麗菜乾，這高麗菜乾，這個曬嘅嗎？誒，這個曬。哇！咩頭擺阿婆教你嘅嗎？阿婆教嘅。所以你看，請佢傳承下來。小時候就跟着阿婆做高麗菜，因為自己種的高麗菜很多，那吃不完，那就曬乾。那小時候就邊跟阿嬤就是在那邊玩，啊一頁一頁把它弄好，還有踏一踏，啊再用大石頭把它壓乾，那個水把它瀝乾，啊明天早上起來再把它曬乾，在玩的時候是很高興，當然就是兒時嘛。我甜甜的煸紅啊，都要先孔蓋片啦，哈。沒有關係，給它煸。好，來交給你咯。好。哇！哎，安尼就炒嘅啦。哇！現場10分睇下看哦。有沒有？有係咪？有用鋪嘅啊？你咁係油啊？
只卡泡猪油哦。係啦，哦，那將咧肉咧炒出來。老大家講一下吼，娘媽吼會想到提出出菜，拿出爸爸嘅料理啊。你一條白嗌爸，當會讓人吃住。哦，cái chi cho nên dù chung nhau hậu na, cái chủ nghĩa về buôn chung nhau ngay ba na cho nói, ngay là ngay mà是種木米啊，往里曼山種前底。爸爸本身係做埋條路啊。哦，一個油蔥，你出料理真係係一家之主嘅味道誒。爸爸本身係做埋條路啊。我爸爸問你嚟，媽計會做。哇！大面倉炸豆條起伏呀噃。跟住後佢係做總鋪式嘅嘛。幾乎時炒啊。全部。對。所以你要都鋪好咧啊。鋪好嚟。你要搞無你料會炒嗎？對。試看咧嘿。所以我計時間咪會加調油啊。對，加調油對。加前面對。就會香。我們看到500個，大概都忽略500個了。你就是講阿尖做嘅料頭鹹酸甜冇？冇哦。雖然冇哦，不過記老料出菜吼，又按一隻蛇名，嘛個用自家講。金玉滿堂，金玉滿堂。哦，它4溫哦。滿堂。所以他對這道菜也有他的他的期待。好，我哋先講改片咯。好，嚟咯。哦，改下切米頭咧哈。哦，一個油蔥。哦呀，真緊張到誒！聞到香味啦。有哈。啊，等下米粉落去就好咧哈。嘿，做米粉表老師好咧。小龍姐，我想問呀哈，你想到阿婆啊？不想到那個特別的回憶嗎？阿媽哈，她就是真的是吃苦，當食苦嘅人啦。嘿，6、7個成年了，安尼土，安尼睇能去安尼西天呐，行天孫呐，我唔地路，我當強呢，我用法，我用手法，行嗰條路按行人是行人轉，哈。頭擺電蒸電動香啊！嘿，聽我吃米頭哦哈，然後吃米頭哦。好，來空隙。所以應該都是差不多了嘛。差不多了。差不多。因為你沒有攪勻，這樣子，來，這樣子。哦。阿婆就交代啊哦。我按緊炒。好，我哋先講改片咯。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哇，很澎湃哦。很香哦。阿爸是愛用台風吼。當中看到你爸爸哎。台盤就澎湃。我爸爸從我做嘛凍嘅。哇。都是大氣嘅。爹爹出料理真係係一家之主嘅味道誒。會太多嗎？不下去啦。會啦，成個係好啦500個計下吼，還嫌個500個。這個更大氣。霸氣。霸氣吧。我愛用牛好食啦吼。哎呀，東西嚟而家試下啦。試下米頭來。試下探看啊哈。今日係大嘅貴家風啲咯喲。這感覺超級好食誒。做對嗎？冇拿蒜。冇拿蒜咯。蒜絲。唔夠蒜。一系列就好。好。先加啲試看，加啲辣雜個加。冇開火哦，冇加薑糖。冇開火咪冇薑糖嘅，而家拌生熟。好啦，差唔多咧嗬。好嘞，你下煮咧，試下嗬。對。7、6、5、4、3、2、1，時間到。馬上就來吃看那大福卡地圖也有故事嘅紅米絲咯。出料理呢，但參加到嘅煮嘅過程當中，啲用福卡都分享嘅幾檔感動人嘅故事，我相信觀眾朋友心肝都應該沒有感受到誒。盲食就先識到一個料理嘅故事，唔過呢，我們來為觀眾朋友品嘗看看。阿婆嘅米是炒米粉，對，還有玻璃菜乾哦。係哦。小黃瓜有先滷過嗎？有。哦，都用哦。超級棒哦！點超級好食，真的好吃。馬上送到阿婆，而且最主要是
看下色到嘅 juicy 嘅黑皮头，很好吃。很好吃。我也有，我有。其實我社區啲凍薑絲嘅炒米粉，因為薑絲會皺皺嗰種，會更多。唔過涼快哦，更多哈。非常的 juicy 嘅，哦。對，真嘅差不多同咱們的，那就會頭把阿婆的米湯嗎？完全就會呢。對，是按樣嘅。莫怪哦。阿婆搞嘅，阿婆搞嘅，對。真嘅同咱們的。阿牛叫姐，喂，你試到幾多做營養班？好食。好食，冇咧。當條咁即係按樣。500個咧，500個。我一擺試到高麗菜乾炒米粉，一擺試到湯下多，我家高麗菜乾唔會硬，當試到凍軟，咪唔會甜鹹，厲害呢！大皮，你哋好菜嗬，看起來炒米粉係大家福卡全為主，不過個底部都用到非常多你自家福卡嘅靈魂，好食，太棒了。好，啊，你一下問下，你一出菜。當初阿婆煮到麵條前，有阿婆按姿勢。你一下問嗬，阿板姐嘅阿爸做嘅料理。那個料動到，一定要要到同個料哦。大紅全部拿到哦。我爸爸今天很厲害，你看，非常的厲害，真的。出菜嗬，做得叫戲嗬，對，阿叫姐嗬。佢對爸爸之間嘅感情落非。對，以前仲啊差唔多7、8歲時聽爸爸做嘢啊，摘柑啊、摘叉、種番薯，乜嘢就聽爸爸做啊。所以都非常歡迎我爸爸呢。對，一條路當好。不是你大伯想爸爸噶就會煮嘢出菜嗎？對，這樣啊，你不看一隻煮咧。爸爸講日出鹹水聽啊，冇試過按好食，佢兩殺煮嘅都冇像你爸爸呢，係好食咯。是冇嘢啦，是冇。冇叫我嘅米湯呢？冇用用，真嘅冇叫用。而家啲都變鹹煮用用哦，係冇試過加款湯嘅哦。啊，500個，你知道咧，叫爸爸做嘅，好食，好食哦。對啊，是該吃嗎？那味道剛剛好。是該吃。那不含油。Vicky姐，你覺得呢？這是他爸爸的味道。都好食啦。蘇永記，你知道咧？哦，天降梅。當降梅嗬。當降梅鹹酸甜，當降梅嘟好。嘟好，真嘅。你看大家都按我弄哦。係啊。當將爸爸又來到他面前咧，咁樣。哇，真嘅好食嗬。好食。哇，冇想到呢，兩個好有故事嘅料理，真嘅食落落去過後，你知道？我們以前都會食東西，噶下感覺是單槍上嘅米湯，底下係有發面嘅，呀個菜呢變到真嘅呢有溫度誒，那個熱度呢一直保留到兩個上來上，應該又是難品碗中了。係啊，從原本嘅美食嗬，味覺嘅感受嗬，轉成視覺的畫面，兩組都做得好棒哦。你們兩個壓力可以哈？好的，好，好，馬上先來搶起司夫搶分數。呀！好，撒哈拉看一下，謝玲姐搶分數。好了，起司夫搶公平，所以兩組都當好食啦。兩組都做到當好食啦。我們本來也偏人嚟上班嚟時嚟講，嗬，佢當有層次，幫你食幫你嘅梅湯，啊梅湯全部就炒出來。哦，是正常的。我摸半兩片，其實佢米粉咪炒到當我是炒到一點。我想話係佢米粉要話炒到摸下 Q 啦，炒長久咧。佢哋炒個米粉我會上咗一三年啦，上到嗌媽媽。我唔錯。哦，是正常到兩一點問題。不應該讓你想到媽媽。沒事的，沒事的。兩片做當好。誰輸了這一關啊？他會分兩嘴秧哈。其實我曾經食到兩米粉，我又想到我媽媽以前炒的米粉，有那個味道啦，有嗰種米。媽媽的味。係，我媽媽煮的就係倒嚟湯咯。你係用皮湯係嗎？係用皮湯。然後咧，我仲話冇俾秧嘅問題度難，佢要炒要一下要黏米唔會差，問題啲度要下鹹一啲啲咧。哦，我食到嘅可能係鹹豬肉鹹。唔怕，因為裝嚟當好食啦。要爸爸嘅米食啦。
你睇拼粉哦，是係視乎佢自家嘅想法啦。咁個國家圈做得動。係，唔過呢亞冠正經係當難拼，因為而家看到兩個師傅應該相信嘅佢做講兩組都已經達到佢條心肝度，都最暫定嘅料理。唔過係講硬中唔得用出啦吼，還係要變一張面出啦。咁錯係。唔過呢，還係向觀眾朋友做豆腐卡啲都係想看呐，誒，當日心肝頭吼，也嘅重要3年9年嘅提出出到大係乜嘅，自家做。好好來複製下嘅味道，有的時候呢，你真係按用來上飲也3年安呢。好，所以眼淚吸回去。好啦，講一下今日嘅配下成績咯。今日呢，恭喜馮翠得到3分，藍翠得到1分。好啦，我要頒獎啦！馮翠得到3000嘅女人假菜券。恭喜！唔過。哇！你咱這個獎品下好，貴族嘅豆兒送俾你了，按到吼日匠職人千錘百煉刀具組。讚！哇！要3件呢哦。好，嚟談看那惠清姐已經等了3年，今日總算都來參加比賽，有冇個心得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這一道菜是以前是我阿嬷教我們做的，那我把這一道菜做出來，很感謝我阿嬷，教我這一道菜，那這一次來參加這個也把它顯現出來，謝謝阿嬷們，聽不懂回憶，可以把它的後面偷偷的流傳下來啊！好。文小勇至老太家分享一下。哦，佢當場等了3年，我叫別人土機來，佢等3年愛報名都冇報名來，完成他的心願，係今日講客，我就同佢嚟講，對，佢等3年咧。呢個今日就大頭命變到嘅啦，吼，都已經到過啦，他就大頭命就完成佢的心願了。有，就完成他的心願了。而且有老爺暗號嘅面頭老太家來分享，真係當感謝你來哦，謝。二龍沙老大家紹介二龍沙形象當中嘅阿婆啦，謝謝。好，撒下來問一下，今日哦最歡喜、最年輕嘅玉嬌姐，今日來到呢個節目，要問下感想，聽出老大家講嘅，前生遲前好狗啦。阿黃英講嘅主點講唔出來咧。你咪話我整個好講兼講。係咩？二龍沙冇半年分數。要人哦，咁樣就先電腦你下，仲咪機要嗌冇咧？哦，我哋3機下好啊。好啦，你3機下將你切除不是爆除爆，係咪要機會搶到先好嗎？好。咋個女係問一下嗬，小幾個500個嗬，老大家講一下今日來參加嘅感想。啊，今日當歡喜也體育牌，來嚟參加咧6人。一家之主，我哋烏卡呀，價格也有主食的，烏卡嘅模範啱咪落為主啊，一些家常菜啊，自家有為主啊。今日呢點都參加節目，也學到一些菜啊，主菜啊，非常嘅歡喜，希望呢個節目。是夢，小幾個吼，最近都強強起咧。雖然佢今日吼冇講到安多嘅味啦，不過只條個動作嘅細節，去全組咧看到佢嘅用心。譬如講，你往呢個擺盤是幾殺嘅，還有個麵啊是幾按嘅，所以我覺得在料理上面，他也有，我期待下次你的表現，好不好？有機會，用你。一個布卡地度呢，最重要就係一種翻走做對老布卡人嘅關係，互相牽引來。一出料理呢，咪做對老太家嘅心田做強下。我相信呢，今日比賽本太家英雄同城，咪係你一家之主最主要嘅意義，就係料理傳達本太家最深嘅情感。韓國看睇了解嘅節目之後吼，應該感受到出來吼，全新嘅日季要當到嘅單元，咪要當到嘅遊戲，歡迎大家強下來挑戰報名哦。冇唔錯，歡迎睇次間呢，再來到節目當中，留韓卡多年來分享到鳥布卡嘅故事，韓國鳥布卡嘅好美食，一家之主，我哋下禮拜再見嘍，拜拜。